金华社案，检方今日提审前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要理清金流甲目的。无吉洪太扫越南丰州桥张挖道和大水冲放起，10外台车直接摔落水，到当有10外人失踪。欧洲超级高铁伫咧荷兰测试成功，用车讲发射时速上紧会当到700公里，目标是2030年开始营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新闻头起先继续带大家来关心金华城进展。检方今日是提审前台北市长、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甲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金星，要理清这金流甲目的。也若是用这类的变动，到底敢有合法？郭文哲敢有财政，敢有违法指示，也当咧查证当中。另外，检调咧调查违建集团的金流的时阵，是搁发现一本小谱内底有记录着前台北市的市长黄大洲。不过，黄太太是出面强调讲，因绝对无摕乱七八糟的钱。由法警介护行到警备车，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行伫队伍上后壁，预防羁押第6天查查下道，互检方头一摆提审到庭。律师今天有什么对策吗？3名律师先后行伫北检，拢无加做回应，只伫前一天转达郭文哲声明，请检察官伫受案2个月内尽一切调查义务，也会尽力配合。另外，检方侦办专案，除了要厘清郭文哲甲维景集团主席申庆景之间，敢是有翻译联络，敢有金流来往，甚至对价关系，搁较要调查市长家长到底是啥物人地。早一步伫早起，互北警提审的，也有前北市副市长彭金星，毕竟为逼出变迁到家长，甲2个人拢有牵连。警方社会用这类变动，客观上敢是合法？郭文哲敢是有受气？主观上敢是知影，还是有违法指示？专案疑点真侪，彭金星敢是转做污点证人？互检方做出突破口，也引起关注。有没有可能转污点证？你们有这个打算吗？现在都不方便透露了。金华社案继续烧，今年警察也无停，查查去约谈。相反，金华社案的北市府公务员已经进新闻告案，连续这2天，更加是密集提审，先庆经彭金星、郭文哲继续比对供词，找出更加侪事证，厘清案件的真相。除了检方有所行动，先庆经律师也到北所入监。不过专案更加逼出维景集团方发现的小破画，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伫名单内。这样欧北共啊，那怎么这样子呢？信口开河乱讲话呢？我们从来不收人家红包的人呢，是人家有送，我们都跟他拒绝了。黄大洲的家后对此严正否认，强调唔捌收过乱七八糟的钱，就算有人送过，也全部回绝。不过，无论安怎，检方全力侦查，要互规个案件愈来愈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中共一直咧扰台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为着阻挡中共，美国众议院是通过台湾冲对合作法案。这内容内底是讲，若中共走来拍台湾，美国财政部就会公布中国高官的非法资产，而且切断因甲因的亲人使用美国金融服务的权利，甲因伫咧美国的资产拢总冻起来。中共军事混大相关台海情势紧张，美国众议院为着协助中共反台，跨党派机关共同提出台湾冲突合作法案，得到无异议通过。一旦中共侵台，美国财政部会当透过公布中国高层伫全球的资产，佮切断因甲家庭使用美国金融体系权利，冻结伫美国的资产等措施，就此阻止中国侵略台湾。这个法案呢，也有助于从经济的层面来吓阻中国犯台的意图。我们还是感谢美国国会持续的是用立法的作为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外交部表示，强烈感谢会关注法案后续进展，针对法案连带冻结中国高官主入的美国资产外界解脱，对协助中国高官协助支持反台力度有帮助。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传出有意派遣巴登福腾堡号、红蓝加法兰克福号补给舰，2只军舰过中经过台海，引起中共不满。尤其公司记者今年到伫夏威夷，看到巴登福腾堡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展现德国重视印太区域的威胁。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船舰经过，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
亚太或第一岛链这一带有任何的一个军事，我直接讲就是作战的一个状况，这是机会是不大的。但是他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达到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德国国会外委会主席罗斯表态支持德南经过台海，认为这不是假事，而是韩国航行自由。学者分析，德国在美中竞争局面选择徛伫美国这边，来换美国加强对北约的支持力度。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推动国南国造编129亿，要发展海巡的远洋巡防船，是按算这10年来就要做6只。今日早起，这相关单位就举行头一只船的开工典礼，按算2年后交船。浙江帮的开关器类上定正式动工，海委会海巡署规划伫10年来打造6只新式高纬度远洋巡护船，经过1年的规划设计，初十举行第一只船巡护10号的建设作业动工典礼。可以航行南纬、北纬各55度的广大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台湾远洋渔业的渔区。最远的渔区，我们透过这6艘造舰计划，我们都可以抵达。机器当日测第一德更邦，台湾伫民国111年编列129亿，要做条件海巡远洋巡护船的发展计划。第一只高纬度远洋巡护船按算2年的做了，预计伫115年8月交船。根据规划，新型巡护船的分做2种船型：海上侦察型甲运输补给型，拢会设置无人机的单声架甲回收架。执法武器呢，它从原来基本的这个机枪呢，升级为我们中科院自己研究的20机炮遥控炮打，所以又增加了模组化的这个货柜设计，所以让我们新型的这个高纬度巡护船呢，可以成为多功能的船舰。新式巡护船的结构甲性能拢有明显的提升，就是要扩大保障渔民的海上作业安全甲公海渔民巡护。现主时海巡直直增加新式船艦，代表台湾国南国造走向新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外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头先来看这代替化工要起价是已经讲有够久啊。这营运单位即阵是5万公利润会当赚3%。若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这车钱可能都要起35%。区间车底度的是起上介济。不过董事会是认为讲，这调整车钱的评估资料也无够集中，再甲这案件退转去修正，后一届才决心。接落来看台中，有民众是看到这路口的警察车要倒弯的时阵，险蛤蟆去弄到伫咧斑马线顶头的民众。台中的警方除了会甲违规的警察开罚单，嘛会甲因行政处分。上尾行来到高雄，高雄有一个细汉的查某人，这2年来受几落届去餐厅食饭，食了拢无纳钱，互判拘役了，还阁继续犯案。警方就甲伊起诉，5万是当判6个月以上，5万也当好好啊反省。接落来看国际消息，这莫吉风台扫越南是造成30年来上界严重的天灾。在越南上无时已经造成超过60个人死亡，700人受伤，沿海地区5万人脱离。而且这富秀省一条大桥丰州桥，昨挖到的时阵是去互大水冲绑去，迄当阵是有10外只车直接摔落水，到当上无还阁有13个人失踪。伫福州省浦东市车正坐丰州桥，吹到挖到时阵桥绑去，车乌多摆几落10个人，6个水内面被水冲走，只敢若几个人被救起来，其他人拢失踪。这座桥悬375公尺，怎么军方要起这座代替便桥？Từ cõi chết trở về, vì lúc mình rơi đó là mình nghĩ là em thì em không biết bơi, mình rơi đó mình nghĩ mình sẽ chết rồi. 这是越南30年来拄到上强烈的天灾，北部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150万户失电，高速公路拢淹水，电信网络断去，几落万幢树啊倒去，将这基础设施、工业中心拢停落。这间餐厅头家已经了借钱来征收，要做生意，怎么拢挥花去？Cũng không ra, mình có buồn cũng không dám nói. Không dám nói là lúc nào cũng nói là mình khổ thế này cũng không được, thì thôi cố gắng thì mình khắc phục. 每日风台吹到伫咧西北部安排省造成大水灾，有一寡所在水淹到1公尺悬，2400外户被疏散到地势较悬的所在。沿海城市有要甲5万人被撤离，包括首都河内在内，北部12个省份的学校停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镜头往来看北韩，昨北韩是举行这建国76周年纪念大会。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的时阵，就讲要加强发展核武器政策。虽然这北韩目前的核弹头的数量是也差这美国、俄罗斯、中国差真多，不过因增加的数量是真惊人，这就互国际真烦恼。金正恩初九伫演说内面强调讲，美国以核武力量主导的美日韩三国同盟，对北韩是形成渐渐愈来愈大的威胁。北韩必须强化核武核组力量来对抗美日韩的压力。外电因北韩的消息指出，讲金正恩下令要求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来增加北韩核武的数量。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估计，北韩核弹头的数量差不多是50粒。虽然和美国、俄罗斯、中国比差真多，但是增加的速度是真恐怖。未来几年有可能增加到90粒。另外一个引起北韩关注的是，德国伫8月初决定加入监控南北韩非军事区的联合国司令部 UNC。UNC 本地是伫韩战的期间，和北韩、中国、苏联对抗的民军组织。伫签署停战协定了后，专职监控北韩的军事动态。伫名义上是联合国的，但实际上是驻韩美军完全主导。美国和民国和 UNC 当作是围堵共产集团的一个部分。对北韩来讲 ，UNC 的存在等于是对美日韩等国内的威胁，嘛是北韩伫台面上继续强化核武装的理由。不过 NHK 特别强调，金正恩伫今年1月和即摆正相共的演说内面，敢若讲到要大量增加核弹头的数目。不过伫即摆9月演说，金正恩的用词调整做有责任的核武国家，内面到底有啥物无共的意思？嘛，互外界家己起药。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法国发生一件罕见的性侵案，一个负责人个因翁婿甲伊下药送去互青份人性侵，这受害时间竟然是有10年遐久，而且这段时间伊是完全唔知情。这个案件曝光了后，负责人是随离婚提告，涉案的被告竟然超过50个人。目前这心理学家是判断，这个犯案的翁婿可能是有人格分裂。真侪涉嫌性侵的嫌犯，各会甲面扎起，卡车对镜头进入法庭。那决定提告并进行公开审判的受害妇女吉塞尔，是伫律师的陪伴，家己行入现场。现年71岁吉塞尔，伫2020年11月接到警方的通知，才知影家己翁婿竟然对伊下药甲卖分期了后，透过网络找生分的查甫人对伊性侵，勾翕影片甲相片，时间为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涉案的嫌犯有50人。吉塞尔表示，伊知影真相了后，唔知要安怎活落去。不过，伊拒绝秘伫壁角口，是选择出来加固，无要互歹人去逍遥。It's not easy. And then there's the pressure of all these people behind me, and I can feel that they're trying to trap me with their questions. So I try to answer as best as I can. And then, of course, we'll have to fight to the end, because this trial is going to last 4 months. 这件案件顶礼拜伫法国南部亚维隆开审，吉塞尔伫法庭讲，伊伫这个性侵事件毋捌当无，嘛毋捌继续困去。而且这个案的受害者毋若吉塞尔一人，伊的翁婿比利克连伊家己的查某囝甲精神部都无放因煞，用同款的方法翕因的不实相片。Monsieur Pellico a soustrait le consentement de l'intégralité des femmes qui composaient cette famille, puisque quand il fait le choix de prendre des photos intimes à l'insu de ma cliente, bien évidemment. 比利克本来伫3个囡仔眼中是一个好爸爸、好阿公，不过伊进前互人掠到伫超市偷翕查某囡仔的军卡内裤，警方搜查伊的电脑，查获所有的代志曝光。专家分析，比利克可能有分裂人格。Voilà, le mot-clé, je crois, c'est le clivage, c'est-à-dire que dans une même personnalité peuvent coexister des réalités différentes et incompatibles, qui coexistent néanmoins.D'où la cécité psychique de l'entourage. 目前包括比利克在内有18人互人羁押，连续加重性侵这个罪名成立，大部分的嫌犯可能会面临上悬20年的徒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2024巴黎奥运甲帕运是拢已经结束啊！这巴黎市长是望这奥运的五权会当继续吊伫咧埃菲尔铁塔顶头，吊到2028年。不过，这铁塔建筑师埃菲尔家族是反对的，因为因认为讲安尼违背铁塔本体意义。
巴黎奥运甲帕运已经结束，东京机构建筑开始清场。不过巴黎市长伊达哥伫最近讲，希望甲奥运五环继续挂伫咧知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顶头，至少挂到2028年，和成功办奥运的精神延续落去。Jusqu'en 2028, c'est-à-dire jusqu'aux Jeux de Los Angeles, nous les laisserons les anneaux sur la Tour Eiffel et les agitos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C'est la proposition que nous faisons. Et puis en 28, eh ben, on verra. 不过，设计埃菲尔铁塔的建筑师埃菲尔家族反对将奥运五环留伫咧铁塔顶头，因认为安尼施作会违背埃菲尔铁塔几多年来所得到的中立性甲意义。因为埃菲尔铁塔已经成做巴黎，甚至是法国的代表象征。因也担心30栋的钢材所做的奥运五环会改变铁塔的结构，造成强烈的不平衡。因也阁建议奥运五环应该只敢保留到年底，代表奥运年结束。巴黎号召体育事务的副市长拉巴丹表示，目前伫咧塔顶头的五环，高价将会拆掉，并且伫咧叶立桥顶头装其他的五环装置。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travailler avec le CIO à la constitution des anneaux qui pourraient être réinstallés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mais je ne connais pas encore le résultat de l'étude qu'on a lancée pour leur conception, de quels matériaux seront les nouveaux anneaux et comment ils seront apposés sur la Tour Eiffel. 法国上高冷的古迹保护协会批评巴黎市长伊达哥，敢若是寄生虫同款，甲埃菲尔铁塔掠条条摆放。主要是要提醒世人，讲这是伊办的奥运。330公尺远的埃菲尔铁塔，1889年建成，迄当阵是为着世界博览会所起起来。本来只敢计划要保留20栋，即马是归巴黎市政府所有。只是巴黎人一向对改动城市面貌的接受度无悬。譬如讲，建筑师毕玉明伫罗浮宫外口所设计的金字塔，伫咧80年代完工了，就受到正严厉批评。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欧盟、荷兰的政府甲私人的企业是同齐投资打造欧洲的超级高铁，而且已经伫咧荷兰测试成功啊！这款高铁毋是伫咧铁基路顶头驶，是用车拱发射，时速上紧是会当到700公里。目标是2030年就当开始载人运货。这款技术若是运用伫咧咱台湾，30分钟内就当对台北到高雄。欧洲上长的超级高铁时速上悬，会当来到700公里。测试的时阵是以30公里的速度，沿荷兰的北部，伫咧34个互相连接，大概直径是2.5公尺，总长420公尺的架而且真空的钢管轨道内面完成。成功的迄个时阵，各工作人员拢通过。事实上，欧盟、荷兰和其他的私人企业早就伫2017年就有建立欧洲超级高铁的想法，因大量投资伫咧基础建设和研发的部分，计划伫2030年欧洲就有第一条用来运送乘客和货物用的超级高铁，而且希望在2050年会当打造时速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若是以即马台湾的高铁上悬的时速是350公里来讲，即马台北到高雄是需要96分钟。若讲时速变作1000公里，等于是近3倍。若是安尼，台北到高雄就干那需要半点钟尔。We are ready for passenger operations by 2030. That has been a roadmap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is still our roadmap today. We are on track. 事实上，会有超级高铁这种概念是在2013年科技工人马斯克第一摆提出的。马斯克设想的超级高铁是要含轨道去下到初步的状态，另外嘛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傍空。马斯克的超级高铁上紧会当以每点钟1223公里的速度，甲乘客载去另外一个城市。亲像是美国的洛杉矶到旧金山，长645公里的路程，赛车要开6点钟，要甲伊缩短到45分钟。而且一座超级高铁的票价是免$100，差不多台票3220块。但是路尾所因为要改善美国传统基础设施的成本实在伤悬啊，结果失败。马斯克的对手，威登航空的创办人布兰森，嘛伫2020年投入开发，而且捌伫咧发达州来测试，但是大条钱开落啊嘛无明显进展，所以来只好大量裁员，而且2013年甲相关公司拢卖掉，后壁嘛无法度营运，路尾嘛只好关起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苹果将发表有人工智慧功能的 iPhone 16新产品，不过初期这 AI 功能是干那英文版，要到明年才有中文甲其他语言。市场已经期待只久的苹果新机啊，第一册正式出来啊，更较轻、更较薄的设计，靠个性嘛更较侪，拢互大家感觉真新鲜。iPhone 16 has a vibrant new look. It is made from beautiful aerospace-grade aluminum with 85% recycled content in the enclosure. 其中人上关注的，就是 iPhone 16到底有啥物人工智慧的功能？除了配升级了后的 Siri 和 AI 生成式文字编辑工具以外，还有相片辨识等等功能。And Apple Intelligence will give you brand new ways to relive precious memories. Suppose you've got a photo in mind that you took ages ago, but can't remember exactly when or where. Just describe it by typing something like Shawnee dancing in a red dress. 苹果的新机啊，互你袂阁因为相片放伤久就找无，而且新的相机控制功能，嘛当随时甲你帮助，透过影像来查需要的资讯。Suppose you're out for a stroll and you stumble upon a restaurant you haven't been to before. Just click and hold the camera control and point your iPhone. With just a click, boom! Your iPhone instantly pulls up restaurant hours, ratings, and quick options to check out the menu or make a reservation. 虽然苹果新机的人工智慧看起来是不哩啊厉害，不过下个月才在美国推出英语的测试版，包括中文在其他语言，要到明年才当支援。外期条敢会出现各个观察，公司新闻将回应回应。澳洲塔斯马尼亚州一间保险公司是温准员工带狗仔上班，这寡动物伴唔有专属的证件，佮有班表。专家就认为讲，这寡动物伴是会当互人做工过，佮较有效率，卖当消透压力。澳洲总人口2700万，宠物的数量挖近2900万只，是全球饲宠物的比率上悬的国家之一。为了让员工无后顾之忧，安心上班，伫塔斯马尼亚州的保险公司 RECT， 真侪年前就温准员工带狗仔上班，一日开始一礼拜敢若拜5一天，即马是一礼拜5天，每一个上班日拢会使。Seeing everyone's faces light up when the dog walks around the call centre and they can all reach out and give her a little pat, and it clearly makes people's day. 甲主人同款，同时间上下班的宠物犬，伫公司有专属的识别证，甚至还阁排班表，通避免同一站楼同时间狗仔伤济。民间慈善团体澳洲伴侣动物网络提倡互宠物进入工作场所，讲有证据显示，这个适合朋友有助提升生产力，疏解压力。It's proven that it decreases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increases productivity, it retains staff, it brings joy to the staff, it causes a greater collaborative working space for people. And as an employer, we're really focused on employee wellbeing,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we just saw this as a great thing to try and see how it went. And it went absolutely gangbusters. 不过专家提醒，唔是所有动物拢适合进入工作场所。举一个例来讲，可能会加电线的土啊，因为安全的区域都无适合。地水间加实验室，这有可能放化学物品的所在，上好嘛设立做宠物的禁止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